现在继续来看，掠乌鱼、做乌鱼子是台中五车上有代表性的海口文化。当地的海口区文化协会特别带领着社区的居民，用纸张来做乌鱼的教具，要让更加侪人了解地方产业甲海洋文化。 有设计团队咧教是大人一步一步做乌鱼和乌鱼翅，不过这不是美术课，是海口区文化协会特别为下寮社区打造的乌鱼文化教具。乌鱼子是怎么产生的？我们是使用纸浆跟纸板去塑这个模型的它的构造。 高车伫咧早年以掠乌鱼出名，真侪少年一辈对这项地方产业是愈来愈清分唔捌，所以文化协会就特别协助下寮社区来制作乌鱼教具，希望完整保存珍贵的海口记忆。其实网络上的资料不是那么可靠，我们还是要听当地耆老讲那些在地知识，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更有在地性跟差异化这样子。有时大人到分享，互更加侪人了解。 高车寒天掠乌鱼的历史意义和产业价值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